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2月27日要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讲，今年双城论坛会聚焦在科技创新、水的治理，还有职业培训等议题，也继续来推动小鸟型物种交换合作。刘委会是提醒台北市政府，若准临时改变行程，拢要事先通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经过几个届讨论，市府证实会伫个12月27日举行。不过外界嘛关注，甲英国2暝3日的行程来比，这届敢若1暝2日。我想我们一切就是照规定、照程序来进行啊。那当然，我想不只是陆委会，还会有相关其他中央部会会联合审查。双城论坛从3天改成2天，其实时间不是最关键的，重点是在于交流的内容是否扎实，互动是否有意义。蒋万安嘛讲，今年双城论坛会甲重点放伫咧科技创新、水治理、甲职业培训等等的议题，嘛会持续推动顶一届论坛讲到的猫耳仔囝物种交换的合作，希望当促进台北市猫耳仔囝繁殖的计划。民进党议员简书培话讲，蒋万安这一届去上海，拄好会当甲中国表达设立伫上海的小红书公司，配合台湾抓诈骗。小红书的公司就是设立在上海，所以呢，我认为蒋万安应该到上海去，首要的任务就是呼吁这个上海台办，呼吁上海市政府要求小红书来台湾纳管，就是城市之间行之多年的交流会议这非常清楚不牵涉任何政治或是中央的职权。至于其他民意代表一方面反对我们举办双城论坛，一方面又要我们到双城论坛去反映小红书的事情，前后立场矛盾，双重标准。刘委会表示，收到申请案了后，就已经审查了啊，提醒台北市政府，把重点放伫市政交流。但我们陆委会就是希望，所谓双城论坛，你就是聚焦于这个市政交流。如果原来申请的这个行程要改变的话，如果临时要改变的话，还是要事先告诉我们。刘文佳表示，第一要紧提醒的事项，都是把重点放伫咧市政交流。另外，若是行程有变动，爱事先通知。最后会列出2花条的相关的规定，亲像袂当无经过中央政府的同意就签署协议。记者综合报道。